康寶萊蘆薈濃縮汁全面睇，我哋一次過講晒康寶萊蘆薈汁嘅重點、獨家技術、點樣輔助體重同健康，同埋點解唔好自己種蘆薈食。一、安全有效嘅核心設計。康寶萊蘆薈汁唔係普通蘆薈飲品，佢用咗高科技提煉，專利去除蘆薈素技術，用活性炭過濾走晒會刺激腸胃嘅蘆薈素，唔怕飲到肚瀉。高品質來源，蘆薈嚟自墨西哥專業農場，手工採摘後經嚴格清洗、過濾等工序。主要有咩功效？幫手搞掂消化系統，舒緩腸胃唔舒服，促進營養吸收，溫和清走腸道垃圾。點樣飲？每日1、2次，每次3個樽蓋，15毫升，溝120-240毫升水，朝早空肚飲最好。多種口味，溝稀後熱量好低。2、體重控制同健康上嘅輔助角色。蘆薈汁唔係消脂神器，而係健康輔助工具。先搞掂腸胃，令飲食控制同運動效果更好。對體重嘅幫助，打造健康腸道，幫助規律去廁所，舒緩消化不良同脹氣，增加飽肚感，調節食欲，冇咁易肚餓，穩定新陳代謝。有研究指可抑制餐後血糖飆升。其他健康好處，提升營養吸收，增強免疫力，豐富抗氧化劑，可能有助降低壞膽固醇，改善皮膚保濕同抗氧化。溫馨提示：簡易去除蘆薈素，冇糖或低糖產品，由少量開始，睇腸胃受唔受得住。3、點解唔好自己種蘆薈食？自己種蘆薈風險好高，千祈唔好就咁切嚟食。一、品種風險，得少數品種如費拉蘆薈、好望角蘆薈，食得，食錯會作嘔、肚瀉甚至中毒。2、處理風險，蘆薈素喺皮下面黃色汁液入面，自己好難徹底清除。食太多會嚴重肚瀉，長遠傷肝傷腎，甚至有致癌風險。3、劑量風險，一般大人每日食1克蘆薈乳膠，幾日已可能傷腎，一次食95克會急性中毒。自己仲控制唔到安全分量。總結：想安全有效飲蘆薈汁，揀康寶萊呢類專利產品遠好過自己種。蘆薈汁係均衡飲食同運動嘅健康盟友。開始任何保健計劃前，最好問下醫生或營養師意見。